议员游泳池表示，基本工资每年1点钟薪水起到168块，公务人员薪水嘛估计起3%，所以议员除了提里长的事务费来请命，看敢会当对咧调整，经进一步争取里长建设服务费用，因为甲6都比较起来，咱里长一档只有13万，已经是6都上少，甚至减新北、桃园要4倍。你做桃园市长，伊嘛好像安尼，你差人有够你做，差4倍，袂起来。人若要甲你了讲，我自个袂通，要请一个，无钱。好啦，我这部分来想办法啦。我讲应该20万啊。这个部分哦，咱过来研究看卖。事实上，当然13万，一档13万啊，无够啦。不过呢，有针对着这部分哦，特有的里长部分会加一个5万块予伊啦。这吼5万块一档一届尔啦。另外嘛，因为替65岁以上老人争取免缴健保费是由议员竞选政见，所以上午总一巡议员再次甲市长交换意见。其实台南市每年65岁以上的健保补助已经有变动，就是新增加所得税率伫12%以下，一档补助1000块，如果有6000外人受惠。对此，市长表示，万无万少，伫财政受理许可之下，一定会尽力一步一步增加。台南新闻，阮志玲跟采访报道。